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在每周六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亲近我们的神。邀请你将你手机或者是你身边会影响你聚会的不管是电视机或者是会影响你的广播，我们都能够把它关闭，一起来收看，一起来亲近我们的神。邀请各位在每一次我们聚会敬拜当中，都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再次与神亲近，让你的生命能够得着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也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祝福。在今天开始以前，牧师也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神你的恩典怀抱里面，经过一天的劳碌，也能够完成一天所要完成的工作。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喜乐，也赐给我们盼望，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用赞美的心、赞美的话语，活出有信心的盼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工作、家庭、社会，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项挑战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与祝福。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敬拜完全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每位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用赞美的话语，在我们信心的宣告里面，来向主诉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福的儿女。求神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用这首诗歌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来回应主。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我们再次从头对主说：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长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在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用敞开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在赞美祷告的当中，来经历神信心的大能。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在他的信实的应许里面，我们都能够领受平安与喜乐的盼望。我们再次从头来唱，用我们的口，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
赞美中，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赞美中信心，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清风声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生命，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每早晨思想，清风声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生。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信实是何等的广大，让我们经历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突破我们生命的难处，因为我们是主你的儿女，我们要靠神因刚强而壮大，为主你做美好见证。主啊，或许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困乏、疲乏、倦困，但是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重新得着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了解，因为你的信实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并没有离开我们，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信心依然在你面前，要为主你做美好见证，传递福音，为主你做出美好的服事，来荣耀神，让更多的人看见属神的儿女是蒙福的，属神的儿女是有信心有盼望的。谢谢主，
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完全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实践我们回应神的行动，让我们一起在奉献当中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主喜悦的好工人形象。第一讲也就是我们要谈论到有关如何做一个有受苦心志的基督徒。什么是有受苦的心志？那我们牧师要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论教会缺少什么元素。那这个教会所缺少的元素有2个重点：培养热忱的教会文化，那还必须要培养出有觉得人可爱的地方，就是可以爱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都要可以爱他，甚至你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们都说可爱，我们牧师常常讲过说可怜的没人爱。外面的人常常有人这样讲，你很可爱耶，你这个可怜的没人爱，消遣的话。可是我觉得人真的是有很多可怜之处，但是呢，基督徒要学习懂得要去关心，要去怜悯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爱他们。那这些都是属于教会应该要知道，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目标里面必须要由教会里面的人，有一群侍奉上帝的好工人，才有办法完成，对吗？如果没有这一群好工人，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有可能吗？不可能。大部分你必须要让教会感觉很热忱，顶多就像我们去到 pub 一样，有很多 DJ 他是花钱去请他去制造那些声响，制造那些情境，那都是拿钱去投注所带出来的。所以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一群侍奉上帝的好的工人，有些时候那个教会也没有办法带出热忱。你们阿们吗？听得懂吗？理解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培养教会热忱的文化，包含我们怎么培养出会去关心人爱人的一群基督徒，这些都是属于目标。而我们必须要让教会里头真实的有一群侍奉上帝做工的好工人。所以跟你旁边的姐妹朋友弟兄姐妹跟他讲说，你要做主的好工人。好，那个中南你来这边，牧师不用两边演，你来坐那个静瑜姐前面，然后你们都有那个周报嘛？周报牧师有那个有笔记对，我希望不要让你们睡着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注意听，然后把每一个牧师这个 PPT 上面的那个红色字样的填空，
把它写下来，拿一支笔，有笔吗？中南有笔吗？然后把它写下来，那个垫子把它垫着，要有好工具，你就会有好的学习哦。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侍奉，基督徒时常在讲侍奉，属奉啊，那个服侍，中南，你有没有听过服侍？有吗？侍奉，服侍就是侍奉。侍奉对基督徒来说，头脑里面一定会冒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画面。我可以吗？我会吗？我是不是必须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代价、金钱，我才能够服侍侍奉神？这些在每一个进入教会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只要是上帝的儿女，都会去想到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圣经里面对侍奉跟敬拜，其实它是有非常类似的意思哦。在圣经里面，其实谈到敬拜神的具体表现，就是侍奉他。所以你看旧约里面有很多圣殿服侍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必须要照着上帝的话语，怎么建圣殿，怎么侍奉上帝，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可是呢，真实到新约以后，耶稣来了以后就不太一样，谈的都是内在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要了解敬拜神的具体表现，不单单是一个基督徒走进教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听着牧师讲道，或者是你在这边弹奏个乐器而已。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来了解，你要去受苦的心志，这个不容易啊！你必须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敬拜神，什么是侍奉神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透过各种的侍奉形式、方法、仪式，来表达对上帝的一种尊敬。我们所做的侍奉，便成为我们敬拜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思考，当我们敬拜上帝，中南你也要去想哦，你在这边服侍，在这边敬拜上帝，你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有没有可能？有，我今天如果我服侍，有没有可能得上帝喜悦？有没有可能？从第一个表象上面你就看出来不太可能了，这样懂吗？可是一个真实在这边，很认真服侍神，可是他到回家以后，他在外面做为非作歹，你觉得有可能吗？也是一样，他不蒙神喜悦的。可是呢，所以重点是怎么蒙神喜悦，代表的是态度。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态度很重要，态度很重要。我们知道亚伯，圣经里面就约亚伯跟该隐，对不对？好，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孩子，对不对？亚伯跟该隐，他们一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凶杀案，是怎么样？该隐他是种植农作物，可是亚伯是什么？畜牧业的。两个人都奉献，用仪式来奉献敬拜上帝。结果谁悦纳了谁的？上帝悦纳谁的？亚伯的。结果该隐就不舒服了，该隐就怎么样？杀了他。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悦纳的问题，在于人的心态正不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蒙神悦纳的侍奉，主欢喜的好工人的侍奉，不仅仅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是否真实的爱他。中南，你爱牧师吗？你喜欢牧师吗？喜欢？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不是我问了你才讲呢。我们问一个人你要知道说他是否真的爱你你问他，他马上讲得出来，那是真的爱呢。但是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讲得出来的？
我们爱不爱上帝，我们可以从很多行为方面你看得出来。可是，所以我们要时常去想，我们是否真实的爱主，而且能够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作为我们侍奉的基础了。那就是我们侍奉基础的重要点。所以，侍奉上帝不是为了表现你自己，而是你是一个真实蒙神喜悦的生命，在服侍神。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对牧师，我自己站在台上，不管是传讲神的话语，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讲的道，我所说的话，是否蒙神的喜悦，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所以我的讲话会有力道，是从哪里？是从我的生命里面是否真实的领受到主好爱我。这样懂了吗？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才是主所喜悦的好工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彼得前书，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我们要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一个我牧师先讲解一下彼得前后书这个作者彼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他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当中开启救恩的门啊。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耶稣死后复活之后，耶稣圣灵感动了彼得跟约翰一些门徒，重要是从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人。但是从彼得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从原先跟随在耶稣旁边，是一个心是非常刚硬的人，对不对？可是他口口声声也说爱主哦，可是他却在耶稣要准备被抓走的时候，他真的怎么样？3次不认主，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背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蒙主呼召从事神重要的工作。他一开始怎么蒙耶稣的呼召？他原先的工作是什么？抓鱼的。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一开始的工作，怎么让他的工作跟他的侍奉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让他的侍奉，让他明白说，我要让你的侍奉就如同你在抓鱼抓那么多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前书在我们刚所看的圣经节，彼得前书5章12节里面就有谈到，我们一起来看。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上帝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告诉当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们会忘记他们必须要站立得稳。基督徒最常服侍神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忘记过去所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且呢，他在遇到困难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走偏了，这是最常遇到的。所以呢，一个侍奉上帝、得上帝所喜悦的好工人，必须要有一种性格，把它写下来，就是要有受苦的心志。所以你前后左右旁边跟我们人不多，你就说跟他讲一下，你要有受苦的心志，你要有受苦的心志。什么是受苦的心志？什么是受苦的心志？你觉得基督徒需不需要受苦？你们觉得要不要？静瑜姐，你觉得要不要？要不要？看什么角度看？好，今天牧师期待让你们重新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重新调整，因为这个对牧师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诗篇23篇第1节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是说我有任何的欲望，上帝必定会赏赐给我。可是大部分很多基督徒都这么认为，把这句话认为说我的想要的，我跟神求，神就会赐给我们。好，是这样解释。可是实际上不是，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认定耶和华就是你的牧者，他才会补足你真实的需要。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你会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是困难的顺境的时候，还是逆境？是顺利的状况下，还是很为难、很困难的时候？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对不对？需要主的时候，就说主啊，主啊，帮助我，怎么样？上帝就帮助你。哦，主啊，谢谢你，感谢主，让我体会到神你的恩典。注意，当时候你通常很多基督徒都是认定耶和华，主啊，我需要你。可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去认识到、认定耶和华，也就是说，如果你赚钱了，你丰富了，你说这都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呢，这哪是上帝的给我的？明明就是我靠我的努力得来的。请问这是认定耶和华的心态吗？是吗？这绝对不是。那你说这靠我的努力，这真的是让我都什么都没有缺乏。这跟靠上帝的赏赐让我没有缺乏，有没有一样？我觉得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才足以让你明白真实的补足你的需要，人才是会谦卑。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态度，你把它认为说我有任何的欲望，上帝必定补足我，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了解受苦的心志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4章，不是约翰一书彼得前书4章，彼得前书4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一起来看来，彼得前书4章1到2节，我们看左手边，我们一起来念。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注意这段话非常的重要，他讲到一个顺从上帝旨意的人。你看第2节说什么？顺从上帝旨意的人会怎么样？第2节，顺从上帝旨意的人会怎么样？他会不从人的欲望聊个情欲懂了吗？不是说基督徒不能顺从情欲，好像一个命令，不是，而是你要知道，我们为了要得着上帝的心意，我们都在祷告中，主啊，让我的祷告，让我的祈求是符合你的心意，是照着你的旨意。求你不要给我欲望，不要给我情欲，不要受到情欲的威胁。这样的祷告对吗？我觉得不太对，应该是说，求神啊，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自然就有办法怎么样？我们就有办法不照着自己人的情欲来走。甚至他在第1节讲到一个顺从上帝心意的人，一个蒙恩的人，会与主同有什么？我再讲一次，顺着上帝心意的人，顺着上帝心意的人就是蒙恩的人，对不对？那顺着上帝心意的人，就是与主同有受苦的心志了。他说什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怎样？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我一直在想，这段话好像我们很少在教会，在我们的信仰真理里面去传递。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可是我们基督徒却都是只有在受难周，有没有？还有在牧师在主持圣礼典圣餐的时候，你们要时常记得，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要记得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有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这个兵器要做什么？因为在肉身受过的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意思后面这个黄色的部分很重要。他说什么？如果你在肉身上你没有受苦
你在罪里面你没有办法断绝。我举个例子，我拿中南刚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他刚开始做教会打扫的时候有一阵子真的是不是很 OK， 对不对？时常牧师还有我们同工都会说：“中南，这个不能只有这样做，那打扫不能这样，很多行为动作那个要改变，你的打扫的那个果效才会出来。你知道吗？如果按照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在打扫，假如10年后、20年后，他的打扫都是一直如此，请问对他来讲，那个 PPT， 请问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外界外面的行业里面，人家会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对吗？有没有？他是一个懒惰的人。简单来讲，如果在罪的诠释里面，他叫做懒惰的生命特质啊。他的做事是不积极的，这是不是罪？是。以前我做事情也是如此。我记得牧师我在小时候，我时常跟着父亲去工作。从国小就在做黑手，他就畜牧养鸡养鸭干嘛？可是我每次父亲总是跟我讲：“卡手较紧的，动作快一点。”我就好累啊！早上7点起床，寒暑假都是如此，好累啊！动作就是慢吞吞的，每次都是被骂，然后一边工作，我心里面好苦好痛啊！可是当我回想起，假如当时候如果不是我的父亲这样教导我，我现在做事情可能还会像我以前那样，那没关系啦，这没什么啦，我有做就好了，我有做了。我觉得那是一种罪，那是让我非常没有办法得胜的罪。你有阿们吗？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肉身里面，如果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苦，今天你弹贝斯，如果你没有练习，你有办法现在可以这样跟上速度吗？不可能。学吉他没有好好练习，怎么可能？弹琴也一样啊，对不对？你们做会计的没有去算过数学、数理，没有去学，用心去学，你也学不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没有意思要我们缺乏，他是要我们饱足。阿们。旧约圣经里面一直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他看顾他的儿女子民，对不对？对吗？所以受苦有差吗？应该没差了吧？对吗？你懂我意思了吗？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我告诉各位，受苦绝对不是看情况，受苦的心智。我不是说受苦是看情况，没错。可是受苦的心智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呢，放心是什么？什么是放心？放心，上帝没有意思要叫他的子民受苦，对吗？可是就是有苦难啊！你看耶稣说的啊，你们有苦难我们要他奇怪，他又叫我们要放心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意思就是说，在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在受苦啊。可是你的心有没有放心啊？一个有真实受苦的心智的人，他会知道，即便有受苦，他也知道怎么突破。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如果我们内心是刚硬的、不顺服的，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刚硬不顺服神的，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会发现那个试炼、苦难、受苦的那种试炼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受苦的心智跟受苦有没有一样？从刚刚牧师这样讲完，其实你会发现不太一样。其实我们都好像都在受苦，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婚姻，每一个人的经济条件，每一个人的头脑智慧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人面对，有些人遇到这个题目，他觉得很简单啊，可是有些人遇到这个题目就觉得哦，好难好难。我以前牧师只要遇到那个历史啊，我很讨厌，真的很讨厌。可是自从我当牧师以后，我发现我都在研究这个旧约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我发现历史好有趣，我发现是一种心态。所以一个心智一没有，那个苦难那个受苦就会让你怎么样走不出去。所以受苦的心智不等同于受苦。那什么是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我里面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心愿，愿意为主受苦，我里面甘心乐意的为主受苦。事实上不一定受苦，心智上是把自己摆上的，是甘愿受苦的。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角度。所以我们一起说，听主的人为主完成工作，我也可以。你看看，听主的人为主所完成的工作，我也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些为了爱主、疼爱主的，他甘心乐意做了很多好像很重的服事工作，很累的服事工作，他都完成了，我也可以啊。这样懂了吗？我们不要有一种心态，他做得好累哦，我也不要，我不要做这种服事。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要学习，有些人他付上很多代价，他去学习，然后去关心人，然后付上很多代价去侍奉，很累。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会怎么样？他们会闪躲，他会想说：“这个我不行，这个我不要。”这个叫做没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不一定安排我们天天受苦，但是所有做主工作的人，不能有一天缺少受苦的心智。这是牧师期待我们好好去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一位社工师或者是学生，如果他每一天他为了他的工作、课业内容感到受苦，钟兰，如果你觉得你哪一种东西比较难？数学数学对不对？如果你每次对于数学的内容看到就头痛，你看到就头痛，你或许把它改变一下。因为如果这个时间久了，你一定会发现，我真希望赶快脱离，不要再算数学了。我真的算不下去，我成绩怎么考都是20-30分、20-20分，很痛苦。这个叫做你一直在受苦，这样懂了吗？可是呢，如果你有受苦心智的人，在面对课业、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心里面就会有预备，有信心，不会害怕，而且感到有挑战，充满喜乐。牧师在国一的时候，我的数学、理化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而且我不喜欢上课，我喜欢跟着朋友在那边玩乐，然后下课就可以跟人家在那边嘻哈、讲笑话，很开心。可是当我成绩出来以后，我发现我被编到那个牛头班，放牛班级。我的妈妈去到学校，然后跟老师求情。我看着我的妈妈在那边流眼泪，拜托老师继续把我留在原本的班级。我的内心里面发现我错了，我要改变我的心态。当时候我就想说，好吧，英文我还蛮喜欢的，英文我比较不怕。我先从我的数学跟理化去加强，我就下定决心，不管我这一次考几分，我就是把我每一个问题去把它改变我的心态，我要看懂它，我要把它解决掉。它对我很难，我就去问清楚，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把它解决。我抱持的喜乐，抱持的盼望，抱持的我想要带来好的改变。心态改变，我有没有因为我心态改变就不用面对数学理化？还是要嘛，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在受苦哦。可是心智改变了以后，这个受苦对我来讲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带来帮助？有动力。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当你有受苦的心智，你就会有动力。当你有受苦的心智，你就会有动力。所以我们要了解，有受苦的心智，你自然而然你就有办法对付你生命当中那个懒惰的惰性的罪性。你会学习怎么知道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对付魔鬼，甚至帮助你去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起说，有受苦的心智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好处的，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第二个，受苦的心智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的律例。好，什么意思？诗篇119篇71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好，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很多苦难？有嘛？对不对？耶稣说，世上有很多苦难，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放心，不要怕，因为耶稣基督、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是为要让我们有学习更多怎么样把生命该有的方法做对，对不对？所以，钟兰，今天牧师你刚来的时候，你准备要打乒乓球，牧师跟你讲什么？先怎样？等一下要开始打扫咯，等一下要开始做哪些事哦？我们还有华语礼拜哦，对不对？等一下还要用餐哦，对不对？用完餐你还要继续打扫哦，这叫做你该有的生命的律例。对你来讲是受苦，很多学生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今天大家又对不对？工作又上课，累不累？累啊。可是你要不要把它完成？要，因为这就是你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律例，你要把它怎么样完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若没有受苦的心智，对生命成长的试炼，就担当不起啊。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啊。受苦的心智何等的重要！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试炼，假如你没有受苦的心智，你承担不起。所以受苦的心智好不好？好，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会让你成为刚强的人。所以我非常喜欢很多挑战，教会牧会没有挑战，非常的顺遂，弟兄姐妹一直奉献，好不好？好啊，牧师最开心啊，对不对？你们丰富，教会财富更多啊，可以做工更多啊。可是后来牧师发现不是这样的，上帝虽然让我看到并不是如此。我们大桥教会现在负债还800多万啊。有人说牧师怎么办？不用怕，我们要认真做工。认真做工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才有办法得胜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生命成长的试炼，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什么是你一点试炼都经不起的考验？什么试炼是你经不起的？第一个，主安排好的环境的时候，你会不会接受？会不会？你环境较好啦，你较有啦，你较有钱啦，环境好了，你绝对会接受，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可是呢，我要问你，如果环境一改变了，你会不会马上退却？你环境好了，我奉献；环境不好了，不好意思啊，上帝，我最近生活开销比较拮据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经不起考验哦，在奉献上面就是一个考验，真的就是如此。好的环境，上帝，你感谢主，你为我预备。你知道吗？牧师经历过很多信徒，他们即使在环境恶化里面，他们依然对上帝持守着11奉献，真的，再苦他依然持守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我们要一起学习一个受苦的心智，必须要记得跟旁边的人说，你是承担得起的。上帝给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生命、世上的一切的苦难，都是承担得起的。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了解，上帝透过不同的试验，考验我们受苦的心智兵器的耐用性。我们一开始说彼得前书4章里面讲到，这个受苦的心智是成为抵抗罪的什么兵器，对不对？那这个兵器，其实上帝透过很多的试炼，并不会让我们退却啊，我们的生命依然要怎么样更刚强啊？因为这是考验我们这个受苦的心智的兵器啊，强不强硬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大环境有许多试炼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是受苦我们受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用看到上帝带给我们生命所带给我们的宝贵之处？每一个人的受苦都有，可能都同样的受苦。有人参与敬拜团同样的工作，可是每一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有人会觉得很苦，有人会觉得很开心。同样的招待工作，有人觉得牧师不要再排我了，我1个月1个就够了。有些人是说牧师多多益善，我希望更多。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受苦心智的强韧度到哪里。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教父，他曾被国王抓走，他不肯听从这个王的命令，背叛了主的道，所以呢，这个王呢就害他，就要加害他。这个王的亲信大臣就告诉王说：“这个人啊，无论是监禁啊，或处死刑啊，他都不怕，反而觉得很快乐。他所怕的就是感觉痛苦的，便是叫他犯罪了。你只要叫他犯罪，他就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呢，这个英国很有名的牧师卫斯理他就向神曾经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给我100个怕犯罪的教士。我觉得基督徒面对世上有许多的罪性，什么罪性？懒惰、不积极、软弱、害怕、嫉妒，很多让我们的心，我们都只有一句话：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要把这句话拿掉。我为你祷告，求神刚强的心智赐福于你。你把今天牧师给的这3段话圣经节带给他，祝福他，帮助他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这个时候牧师想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把它拖过去，这个把它拖过去。可不可以从头？前面有一些。Means your heart's not right. Sure is preachy today. Mm-hmm. What? How's your attitude, Brock? It's fine. Then you'll be okay with the death crawl, right? All right, everybody on the goal line. Get your partner. Let's go. All right, let's go.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Move it. Let's go, Matt. Let's go, Jonathan.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Show me some power. No knees.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Show me something. There you go. 10 yards. Show me some muscle. Show me some power. Give me some heart. Let's go. Very good, boy. Very good. Let's run it back. Oh, man, it's not even funny, dude. So, Coach, how strong is Westview this year? A lot stronger than we are. You already written Friday night down as a loss, Brock? Well, not if I know we could beat them. Come here, Brock. You too, Jeremy. What, am I in trouble now? Not yet. I want to see you do the death crawl again, except I want to see your absolute best. What, you want me to go to the 30? I think you can go the 50. 50. I can go to the 50 if nobody's on my back. I think you can do it with Jeremy on your back. But even if you can, I want you to promise me you're going to do your best. All right. Your best. Okay. You going to give me your best? I'm gonna give you my best. All right, one more thing. I want you to do it blindfolded. Why? Because I don't want you giving up at a certain point when you could go further. Get down. Jeremy, get on his back. Now get a good tight hold, Jeremy. All right, let's go, Brock.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just your hands and feet. There you go.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I bet he does. There you go. Show me good effort. That way, Brock. You keep coming. There you go. It's a good start.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There you go, Brock. Good strength. That's it, Brock. That's it. Not at the 20 yet? Forget the 20. You give me your best. You keep going. That's it. No, don't stop, Brock. You got more in you than that. I ain't done. Just resting a second. You got to keep moving. Let's keep moving. Let's go.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There you go.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Don't quit on me. Keep going. Keep driving it.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That's it. Your very best.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I want everything you got. Come on, keep going. It hurts.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He's heavy. I know he's heavy. I'm by out of strength. Then you negotiate with your body to find more strength, but don't you give up on me, Brock. You keep going, you hear me? You keep going. You're doing good. You keep going. Do not quit on me. You keep going. It hurts. I know it hurts.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It's all hard from here. 30 more steps.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Keep going. Burn. And let it burn. My arms are burning. It's all hard.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Come on. Keep going. You promised me your best. Your best. Don't stop. Keep going. Too hard. It's not too hard. You keep going. Come on, Brock. Give me more. Give me more. Keep going. 20 more steps. 20 more. Keep going, Brock. Give me your best. Don't quit.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Don't quit. Don't quit. Don't quit.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Keep going. Keep going. Go,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on me. No,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Go, Brock. 10 more steps. 10 more. 10 more. 10 more. Keep going. Don't quit. Give me your heart. You can. You can. 5 more. 5 more. Come on, Brock. Come on. Don't quit. Don't quit. Come on, Brock. 2 more. 1 more. Let's go to the 50. I don't have any more. Look up, Brock. You're in the end zone. Brock, you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player on this team. If you walk around defeated, so will they. Don't tell me you can't give me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seeing.
You just carried a 140-pound man across this whole field on your arms. Brock, I need you. God's gifted you with the ability of leadership. Don't waste it. Coach? Can I count on you? Yes. Coach? What is it, Jeremy? I weigh 160. 好，这个影片吼，你有看到伊一开始讲，一个无法当成功的人，有可能是伊无自信，伊无信心，甚至安怎？伊内底有讲到一个无教练啊。人的生命中，你若有找到一个好的教练，伊会常常甲你提醒，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亲像伊头拄甲你讲，伊是讲50码哦，可是他走完是怎么样？是100码哦。哦，而且他背的原先以为是140哦，结果他是160磅哦。所以人受苦的心智在于他的态度，只要你的态度放对了，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所服侍神的道路也会得着神的蒙福的束缚。我们来看3段圣经节哈，加拉太书6章9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腓立比书4章13节，我们一起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拉太书1章6节，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意思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心想要服侍神，祝福更多人？有没有？这个叫做善功啦。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很多的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上帝他期待我们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可是如果你不愿意，你没有受苦的心志，你没有办法，懂了吗？所以告诉我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愿你有颗受苦的心志，直见到主的面。愿你有受苦的心志，直到见主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领受神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更清楚明白，我们的心里面需要受苦的心志，不单单有许多服事侍奉所带给我们受苦的心，乃是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你而活，付上代价，摆上的生命。我们相信，当我们有一颗受苦的心志的时候，我们服侍神，遇到世上的所有的难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有力量，刚强壮胆的来面对。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出去为主你做美好见证的时候，若我们没有受苦的心志，我们就是疲乏无力。求主你赐给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真实刚强壮胆的基督徒。谢谢主，我们将回去的脚步交托仰望，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